继续来看家己的中艺歌掌中剧团，因的演出是不断创新，甲布袋戏甲舞台剧相结合，要演出一部造之存神，讲228受难者过一生的故事，要用过一生人生最后的收尾日来铺排发展，讲伊对母囝的感情，佮对这片土地和族人的思念。 配合导演的画面，布袋戏仔就伫设计好的所在来扮演。这出走这存神，甲现代舞台剧甲传统布袋戏合作伙，要来讲228受难者高医生的故事。这回演出，阮家己包括导演伊的手法、伊的美术舞台，啊，佮有影像设计，然后佮有迄个人戏、红仔戏。对我来讲，这个布袋戏是综合艺术。 它可以综合很多画面，而且这个景深这跟现在这个，比如像动画片的结构啊、电影的结构啊、当代戏剧的结构，还有音乐的结构，都可以放进去。为着要把这出戏搬好，剧团唔那实在去访问高医生的家属，甚至连红仔的头拢是请国外师傅照高医生本人的相片来刻，希望会当呈现高医生对土地、族人、有厝内的人真正的感情。头一次用本土的这种戏剧的方式。 效果也蛮不错的。对我来讲，其实刚才真的很揪心呐，因为其实上面的人物都活生生的在我的身边，曾经这样子走过。导演表示，英国布袋戏的演出拢是较平面的手法，这出戏几啊站的舞台设计，创造大甲细或者是远甲近的感觉，佮配合所谓设备的运用，希望互传统布袋戏的演出有无共的感受。记者李慧婷，家己报道。